蘇格拉底是古希臘偉大的學者，他以睿智見稱，全國各地很多年輕人都慕名來向他學習。一天，他把學生們帶到一塊金燦燦的麥田邊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從這塊麥田走過去，只能向前走，不許走回頭路。在麥田裏，你們每人要摘一棵最大的麥穗回來，只能摘一次，不許捨棄再選。我會在麥田的另一頭等你們。當時正是小麥成熟的廣闊的麥田裏，到處都是沉甸甸地垂下來的大麥穗。學生們邊走邊挑，認真細心地尋找自己認為最大的一棵。途中，他們一次又一次看見大麥穗，有的學生摘了又丟棄，犯了規矩；有的學生總下不了手，一棵也沒摘，因為他們都相信會遇到更大的，不必太早決定。大家用心地在麥田裏挑選，不知不覺過了很長時間。你們已經走到麥田的盡頭了。突然傳來了蘇格拉底響亮的聲音：你們挑到最大的麥穗了嗎？蘇格拉底笑着問學生，兩手空空的學生帶點兒羞愧地搖了搖頭。老師，讓我們再選一次好嗎？一個學生提議說。我才走進麥田，就發現一棵很大的麥穗，但我還想往前找找看，所以放棄了。誰知一直往前找都沒看上，全都比不上之前的。另一個學生有點兒不忿地說：老師，這塊麥田裏肯定有一棵最大的麥穗，讓我們再選一次吧。其他學生也不約而同地請求。蘇格拉底笑了笑，說：但你們不一定能碰見他，即使碰上了，你們也會因不能準確判斷而錯過採摘的時機的，是嗎？學生們一時無言以對。蘇格拉底語重心長地說：孩子們，這就是人生，一次無法重複的選擇。蘇格拉底的話讓學生們恍然大悟，漫長的人生宛如在寬廣的麥田中前行，利用這唯一的機會尋找最大的麥穗。有的人看見顆粒飽滿的麥穗，就把握時機摘下它；有的人東張西望，總在比較中躊躇着，一再錯失良機。得到最大的當然理想，但把眼前一棵飽滿的麥穗穩拿手中，才是最實在的。